是也无好啦吼。啊，就迄阵已经民国87年了嘛吼。我老母讲也无趁钱啊啦，迄10月啊嘛吼，啊有迄个咱的联播大会团来吼，我咧去试看卖啊咧啦吼。恁妈妈甲你讲？嘿啦。吼，我想讲20几年也无好啦，我既然我也拢进退拢无步啊嘛。真艰苦的对。我甲大家单咧讲，大家嘛咧讲，我上班也无正常，我足痛苦的啊。啊，怎我输教时，我人足听话，你知无？伊讲美丽，你莫烦恼吼，你当做讲恁人去房客台面去就好。我若出头时，我会使讲我算啊出100万去。我讲讲，那么计是讲我讲骗，其实我就是安尼。算一个真欠的人，100万会较。讲我这个人骗人讲会输教师，我事实就是安尼。啊，了我怎？我去听去诊疗所教遐听，我帮听。那个我听3工，我想哦，你去感觉哦，感觉迄种的环境哦，我足介意。拄啊报道会阵。嘿。啊，你进前，你还未去这边的进前，你敢捌去教会过？捌去。啊是迄阵87年迄阵啊吼，去的是我入去了哦。我感觉足好，感觉看到迄病只安尼只光安尼毋是讲像人个庙寺安尼我足阴气啊，毋是。我清爽啊！我足舒服，我安尼，我真正我爱来这个耶稣家，我就迄个节日讲我袂使去跋筊哩，我那心头快活个，啊，全离开迄种歹因的，我人来感觉真快活。啊，我吼伫家庭上吼，特别讲对囡仔安尼歹消扫啦，啊，都安渐渐减少啊。安尼。家己就减起来。世界无奇不有，社会包罗万象。彩色人生有真理，有平安，有自由，有喜乐，有愿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。现在为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。今日彩色人生这单元内底呢，喜信有缘来到彰化，来这访问美丽姐啊，伊的见证还是真好，所以喜信呢有缘来甲伊访问安尼。我要请美丽姐啊，先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来拍一下招呼一下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主持人你好。我要首先来请问美丽姐啊，你伫妈妈信耶稣即马已经20年啊嘛，啊你是当时才开始信耶稣的？我是民国87年，嘿，迄阵啊，咱有一个联播大会，阮老母讲阿美你去听看卖咧，看你感觉听得好啊歹，你才来信耶稣。我当时我去看卖好，我去听好。啊，伫这20年内底，伫这个你还未信耶稣之前，恁妈妈已经信耶稣，有得到足侪恩典啊嘛吼。啊，伊这个中间敢捌甲你讲爱来信耶稣？啊，伊定咧甲我招，我是认为讲，你第一互我家欢喜去。你若要讲好欢喜去，你甲我招，是袂招的啦。我是认为安尼，啊，所以阮老母甲我招20几年啊嘛吼。招者。你嘛是无爱来啦吼，啊，这内底就是我感觉拢是耶稣咧竞选我。有意思。我这即摆较慢来信，这内底中间发生一寡代志，耶稣来效力你啦。对。互你会当伫这信主的过程来追求。对。吼，互你来追求。我若无有遐个过程的是，我今仔袂来信耶稣。主要说安排一个环境，对，在这个环境来信。4年外顶安尼。啊，这最主要是安那？我讲有头讲起啦吼。我嫁阮先生阵就是咪拢拜拜，你知无？你会记迄阵头都几年前，我足久啊嘛，头10几年前啊嘛吼。10几年前的时拢有咧以大家乐。对。我其实我的人本身我足欠，你知无？我足欠的哦。啊，可是伫迄种环境当中，阮大家伊也爱跋这。伊本来是拢跋色牌，我怎嘛对感觉这吼，色牌嘛无啥好嘛吼。我想人老伙人伊咧遗错啊，去安尼处理嘛无要紧啦吼。啊，你若讲伊什么咧，什么风行，什么咧大家乐啦吼。我怎嘛做莫名其妙？我是本身足欠的人啊，结果讲嘛怎啊聊落去呢？你还聊落去？我当伊知无？啊，伊是毋是讲伊几千块？毋是哦。我算万的，你知无？我算万的人。啊，我伫上班迄阵啊吼，我伫县长，我即嘛是伫县长上班啊。当初我伫遐上班种场所，我专一寡爱算的人，我那一半个你知无？毋是讲大家县长，大家拢无咧伊啦。你是县长？嘿，加减。我较早是伫主计社。
哦，啊，你还去调动。哦，你算我做公务人员诶？嘿，对对。哦，算我地势分子了。哦，无啦无啦，啊，这就是环境拢有一种影响，意思啊。啊，所以前面足痛苦啊。哦，迄若时间到啊，都要开奖啊嘛吼。我就紧来赶转来，啊，当会紧张啊，等下我签去办，才开出来。啊，其实我毋是讲我签袂着，我一会着，结果我签袂着。好。这经过足济摆拢转情形，拢重复你啦。我认为讲这嘛是耶稣的意思，你互我讲，互我说一较清楚诶。我会当吼以后来入捌伊。所以咱进来听众朋友，咱知影讲一般人吼拢安尼真看重这金钱，啊也伫金钱顶面的游戏顶面吼有各种无共款的游戏啦。大家乐嘛是一种金钱游戏嘛，敢像跋筊共款。圣经内面嘛甲讲贪财敢像拜偶像共款，有真侪人吼，因为讲参大家乐为了跋筊啊，拢去拜拜，去求名牌，去要名牌。啊，咱美丽姐较早还未信耶稣的时阵，嘛是共款，本来真欠，敢像刚拢一只共款吼，这种传统。但是因为环境，咱的这个婆家煞有咧参大家乐拜拜，啊，所以煞怎样做伙聊落去安尼啦。啊，聊咧中间，你会感觉讲，哇，这会当用药的，结果其实嘛，安那药拢无效啦。其实咱知影讲，这大家乐其实嘛操纵伫魔鬼的手中，一定要互人有一个贪，啊，用一寡名牌来诱惑人，啊，互人安尼。其实大家乐无人讲有趁钱啦，大概拢是安尼钱啊，一来一去哈，流来流去，啊，真侪人为着这个跋筊嘛安尼倾家荡产，甚至家破人亡啊，这种情形。当然是美丽姐，你嘛是受到这种真大的这种诱惑甲影响，敢是？嘿，我讲一个互你听吼。我认为讲这是真正魔鬼做工。安尼讲你知无？我有一回吼，下班转来，啊，毋着伊暗算讲伊讲无开奖，啊，着我头咧想名牌，你知无？结果吼，我昨迄天昨下阮咧隔壁我送去警察局遐一间迄庙诶，去遐拜拜了，我转来迄暗问见啥呢？七爷八啊！哦，我来我送个米咧，你办个啥哈？我七廿八啊，我足够摇牌咋？你讲米咧，啊你算要算几号？我当然嘛700，吼，啊真正我就是要甲伊签，你知无？啊无代无志讲，今日刚去管政府上班，我再去对面册局看迄签诗，你知？啊这毋是咧，这啊8七个对咧，我将要签的牌啊吼，已经想要签一支牌啊，再个变过，变87，结果怎无对？啊怎开始人做艰苦？啊若见摆若摇着，啊，佮有签个改牌事吼，我一定要去找医生啊。医生讲你若佮来，我歹势讲啊，我得输掉，我要佮来。真正是魔鬼做工啊！啊，佮有一回在请教一个，较讲伊的名是歹势啦，吼，某人啦，吼。伊讲哎美咧，你看这支是几号啊？我爱5二啦，吼。伊下晡我特别去阮隔壁吼，迄左头遐嘛。啊，我昨日甲我签套龄的啦，套龄等于讲全部就得2万块，你知道吗？我美丽啊，歹势，我才加1万块尔，我无你甲签1万块就好啦。佮要签的是，我已经签落去啊。啊，迄暗想要开奖，迄帮我开奖啊吼，无代无志呢。佮敲电甲迄左头讲，我送歹势，无你甲我改掉，你甲我改成几支就好啦。啊，真正开奖出呢，我强要好你啦，我哪只歹话是安那？所摇着啥那要搁甲改？我哪要安尼啦？我认为我即摆回想起就是迄神，就是我。好佳在你无签着，啊若签着你。嘿，我着搁今仔未看这边新教授。了到啥物地步啊？嘿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你知有一家啥物咧？啥物龟绿花迄你知无？我毋知。紫豆花你毋知啦吼？人讲四绿花对着，我结果我3绿花啦。啊，你是毋足去外足去？佮上尾一改怎要变做了茶的时阵，我嘛足袂死心啦。我想互我试看卖毋相信我还歹运。我搁去册局要一张台湾说上准迄张来看迄张。啊无代无志，是后日送吼来我的厝，我伫册局熟悉，都无代无志带来阮兜去知无？伊讲啊，你张签诗我摕互看，伊讲你看我你摇几号啊？你说我看是5了甲6有较对啦。我讲你看毋对啊，我看是9了较对啊。我讲你说毋对咧，我看我讲对牌较对咧。结果我家是安那，无主心定吼，拢会受影响。我怎卖签我的牌？迄届我咁要风雨啦，真正咁要死哦！我签偌济咋？讲起来，听众朋友你会惊死啦！我一个遐尼欠的人，结果我人签12万落去，12万我甲签落去。我爱讲，阮老母敲电话啦，我嘛袂当接电话咋？我当讲阮大家大嘛吼，
迄阵大家嘛咧签，伊讲美丽啊，我就袂当听电话啊，嘛日本先生这是我毋知影啦。伊讲问先生我毋知啦，伊讲美丽这届是有对无对？伊讲伊无对啦，无伊是签偌济啊？我讲你个囝是呢，伊讲伊签偌济，你讲啊？就嘛啥物甲我妈讲，美丽签12万啦。伊讲签12万哦，你我真精神做歹。当初有种代志吼，我影响着我囡仔安怎讲？你知？我囡仔迄阵细汉，我早去bin山国小带我囡仔囡仔转来厝，我着铁马徛咧去要去来载人囡仔，个铁马徛到位尔，我不要徛机车嘛，着徛到位要甲囡仔接单，结果会实在我安尼签到叫要起笑啦，精神叫要散乱去，毋知讲我着是铁马囥下，我会甲铁马牵倒，我才将种代志甲放诶，家己会想讲明白，吼。甲想讲我会拢正常去啊！怎甲我囝带倒来尔？结果阮大哥想讲，这科比是安怎？哪安尼？哪含铁表无牵倒是咧创啥？就甲阮讲世界啦，阮哪只世界啦吼？世界，恁必爱注意哦！伊甲要起笑伊知？铁表徛，甲囡仔载去，要甲囡仔带倒，结果伊铁表甲囥下，无牵倒是咧安怎啊？你爱注意哦！伊甲要起笑安尼。佮有一回去菜市啊吼。我若病算或者心情病，我讲我是徛铁马啦，铁马脚呢要去买菜啦，我讲戆心，你知无吼？进前个是迄学生讲，问讲我梦见使学生，感觉是迄个人，我因为啊，无伊讲人讲，世界啦，恁比吼，说这个共款咯，吼这个空手倒来，无铁马佫无肯倒来哦，我哪毋相信好，第二口等等我，徛咧等，真正咧，我落手，铁马佫无肯倒来啦，所以种问题，我感觉就是我心理上会足痛苦诶。我毋知咩啊，太甲戆，而且上班，佮闹情绪，我情绪歹，因为我输足侪钱。我知影当初我一寡钱就是要来买公务厝啥，我讲大家大啊袂下嘛，大家新妇袂下，我想无我来买一间我厝好，我家搬出来嘛。阮老母就讲你是讲你吼，你若公务厝，你着嘛是来买讲，人讲较莫讲行底啦，行底无效嘛。我想无买好啦，咱厝这钱落了大家落遮伊咋？精神要崩溃啊！所以我头家定讲，这是我的过去的代志。你也毋是变改做六合彩，对。六合彩我嘛毋死心呢。我想吼，我其实我都无遐尼歹运的人，哪时拢会会准啥签袂着。我有一间我就讲，有那个咧帮啦，就是帮号码啦吼。我就敲电台中跟我问见啥吼，你签我买啊咧？伊讲好啊，我手看买，伊嘛毋敢签啦。我就讲互听。我有一个大伫县政府，我就半工敲电妈妈，你甲签几号好无？我美莲母你若无对，了4-5千块哦。我哎呦，安尼较济哦。我当初想讲，我几啊万块签的人都无看在啥，你讲一下迄个，一支什么咧，跌到尾3万块，我嘛照常签。我哪咧看你4-5千块？我才会着惊咧，真正惊讲。惊到含一sen时都毋敢摕出来，真正会惊着啊！我无慢慢无买啦吼，毋讲美丽还是几号哈？我就甲讲几号啦，结果开奖你知无？我大家讲美丽，你药阁有准的吼？我妈妈迄毋是我，伊迄是我盲见的，我家徛出来，安尼啦吼。我都无签都无法度嘛。第二回讲好，你竟然遮准的，我试看卖啊！我甲签啦，我签的起者呢，伊真正无开啦。我是讲安尼，真正袂使签名，我这人嘛足艰苦的。头家定讲，了后，毋着人咧拢有一寡广告嘛吼，什么学太极拳咯，什么会啦吼，讲我怎啊去，一入去了，有迄个有上迄啦，大线迄，我感觉我本来我对迄种，我就感觉较惊吓，意思，感觉怯的啦，感觉呢怪怪安尼啦，吼，毋是讲足爱亲近迄种，就安尼啦。了，身体嘛是也无好啦吼，就迄阵已经民国87年了嘛吼，我老母讲无趁即摆来10月啊嘛吼，有迄个咱的联播大会团来吼，我你去试看卖啊咧啦吼。恁妈妈甲你讲？嘿啦，我想讲20几年也无好啦，我既然我拢进退拢无步啊嘛，真艰苦的对。我甲大家单咧讲，大家嘛咧讲，我上班也无正常，我足痛苦的啊。怎我输教时，我人足听话，你知无？伊讲美丽，你莫烦恼吼，你到做讲恁人去房客台面去就好。我若厝头子，我会使讲我算出100万去。我讲，那么计是讲我讲平，其实我就是安尼。算一个真欠的人，100万会较。讲我这干那可能讲会输教时，我事实就是安尼。了我怎？我去听去真正所教遐听，我帮我听。那个我听3工，我想你去感觉感觉。迄种环境我足介意。拄报道会阵，嘿，你进前，你还未去这边的进前，你敢捌去教会过？
毋捌去。哦，啊是迄阵87年迄阵啊吼，去的是我入去了哦，我感觉哦足好，感觉看到迄边只安尼只光安尼哦，毋是讲像人个庙寺安尼哦，看足阴气啊，毋是。我清爽啊！我足舒服，讲我安尼，我真正我爱来这个耶稣家，我就迄个节日讲我袂使去跋筊哩，我那心头快活个，啊，全离开迄种歹因的，我人来感觉真快活。啊，我吼伫家庭上吼，特别讲对囡仔安尼歹消扫啦，啊，都安渐渐减少啊。哦，安尼，家己就减起来安尼。嘿，所以你有感觉讲伫人生这个绝路顶面吼，就讲伫迄个心灵各方面足艰苦的时阵，迄莫非已经做工啊嘛吼？互你安尼无亲有家己安尼吼，虽然做公务人员应该是知识分子吼，但因为大家都安尼害你害甲亏的人吼，拢是明白的，无是偶像啊，互你安尼。混食各方面拢无真正常，甚至嘛影响到家庭家己的身体，甚至包括囡仔教育，拢已经产生了一个真无好的这个示范作用，甲这个实际这个情形拢足歹嘛吼。自从你来教会了，你有感觉讲进步真济啦，进步真济。伫你安尼了后，你这参加这报道会了后，你有安尼来继续听这道理无？有啊。意思我拢准时到位。拢有来。安息日我嘛去。你敢第一遍报道会你就信仰？对，从早开始我无间断。伫你信仰所的过程内底，咱知影讲你的婆家拢是拜偶像的嘛，头家嘛无信仰所。你来信仰所有啥物特解无？有啥物主动？因为我是讲，阮大家一心拜偶像，种大家算伊还未过身嘛。还未过身的时，我信仰所，迄阵我有想要去的时吼，我拢有甲讲，像阮年遐草原人嘛吼，我下捌嘛。叫人去听袂歹，反正是伊伫健康重嘛吼。对。阮大家就无欢喜讲，啊，你信仰所就安怎啦吼。所以我这种阻碍我知影，毋过伊个是为了这大家乐吼，了我才离开这个世间呢。所以阮大家过身了，我才会从我的信仰会当吼得到我感觉我会自由，我当袂当自由哩啊。伊我你信的？伊我信啊，我是一定袂当信，因为你是阮大家是外的啦。阮大家吼，伊人算讲较早人吼，伊拢想讲，我一直爱拜，干我就对。爱拜吼。我来信这个过程中，我嘛是感觉吼，安尼阻碍啦，我嘛真艰苦啦。因为我是讲，我来信仰所，我就袂当拜，我是爱甲阮大官表示，甲阮大人讲，我甲一个大人讲呢，甲阮大人伯，阮来说人讲。阮若说是大家拢，因拢袂歹，阮迄边家庭大家拢足好诶啦。我心内上嘛是讲爱共讲者咱较好啦。我想讲我是要共表达诶，然后我想一个办法，我就想无我干脆我就写一张批啦，甲阮大人讲，表示讲我诶意思就是我今仔要来耶稣家。我靠耶稣。讲我是安那要来信耶稣，我就是我跋筊安那拄安怎，我就艰苦，我去耶稣。我是迄阵我较含人讲话，我算我批中讲的意思吼，毋是种意思，结果因甲副讲我是种什么意思就对了。感觉因感觉讲我所讲的毋对，但我讲这一条毋是我意思，毋是安，我是个人心灵是爱个人去追求啦。对。你袂使讲我爱先甲你共款的啦。安尼了，我说我即摆算逐渐开始的时，我都真平顺啦。我足感谢主，阮人。自从我来信仰所了吼，阮阿袂讲你当时我初信的时，我足惊我害啊，害啊，伊3两个教等害啊，阮哪毋知佮甲伊是袂啦，伊是足好诶人，伊足算讲阮那人脾气足好诶，无性无地，拢足好，拢互你注意就对啦。毋过我做人无惊，我嘛是爱想讲伊直什么款，我毋敢讲哎哟，说叫我要来教我嘛毋敢甲讲啦。特别是讲我偷偷摸摸啦，去找耶稣就对了吼。我就讲说叫我要来教会啦，我就安尼亲人甲讲就对啦吼。有听无听迄你诶代志，反正我就是有讲我就好啊啦。我紧会当离开我这个家庭，我紧出就好啊啦。安尼啦，我就紧去耶稣呀。渐渐因为我较早个性无好，啥，拢会定讲人安尼吼。伊足好性的，我歹性的。伊若小我生，我就拢会甲大声细声啦吼。了我就感觉毋对咧，既然我来听耶稣。我得爱从神话听入去啊！对。我袂使讲，我无家神话听入去。较早。当时讲等信耶稣，喊我再讲，你信耶稣信教呢？那摆是较赢。我第一家坚信我家己。是。我来听伊生活，我就是要听耶稣讲什么代志。总之我第一听。我圣经我无逐工咧看。有当我来徛伫要上班，拢念我哈利路奉主耶稣，我嘛定咧念。我这样是我平常上的工作就对，那是我的工作就对啦。
你祈祷的时候。嘿，拢逐工下班来念，若算伫路中，拢算拢念着地，拢念水地安尼啦。你也是无老天顶之前，就是咧祈祷的。嘿，我都不能讲，毋是讲我规日较祈祷，毋是，我嘛是拢上班时间有天要起，嘛是念你起啊，念灯啊，念不算是拢念着对啦。我认为讲耶稣，我伫耶稣的心有伫啊，耶稣的心嘛伫我来种着对啦。吼。我即摆来讲我的查囝的恩典，听众朋友做参考，这是事实的代志。讲伊知，阮老二读咱中华师大附中，伊就是要算讲爱考大学嘛对。考大学讲，妈妈，我要读迄个咱开技术学院，要推甄嘛吼。我想我对囡仔拢嘛无啥要紧的功课代志啦，我想迄拢你家去拍档啦吼。练得好啊。嘿啦，了后我才确定老师讲这款代志好听，老师照好，伊讲毋对咧。伊报咱开毋对咧，输入面呢。伊成绩较好诶，然后前几名吼，伊当推甄迄个国立大学。我老师伊吼，我嘛也是你过去你甲伊讲好啦。老师甲时间用好势啦，我才甲老师讲你一早敲回来。阿青啊，你老师敲定错哩哦，我毋知要创啥，我毋知哦，我加提醒啦。老师就甲伊讲，我阿青啊。听讲你是要报倒位？伊讲我咱开，讲毋对咧，你成绩遐尼好，你爱报迄个云林，还是迄个高雄，还是台北吼？伊甲伊讲，怎已经因科已经拢时间超过，无法度啦。剩高雄甲台北，你知无？伊怎报这两位知？台北吼，伊就是相片哦，大无安全，你知？怎互刷下来？高雄遐，伊怎猛报就对啦吼。第一阵我就开始甲神讲耶稣啊！你在帮助我这囡仔，但通过这个推甄就对啦，大学推甄安尼啦吼。我毋敢甲神讲遐尼大，是我毋敢收希望较大啦。我感觉伊神讲的神啦，你只好通过就好。我就为禁食祈祷，要去高雄进前，我就甲问讲，现在恁头都几点要迄个教授要甲恁要甲恁考试创啥吼？我妈妈差不多1点半款啦吼。我就早迄个时间，我嘛是拢为讲拢为祈祷，就关键阮咧村附近，我嘛去祈祷嘛。我说我1点要开始啊，我好搁祈祷，一摆第2号嘛吼。我昨祈祷到25分迄阵啦，我哪向个昨差不多算的嘛，要白往遐试落去啦。结果就是伊个时间，加足好势，拄啊教授那个算讲那个考试，吼。种我毋知伊到底是几点，是我拢毋知影。这点我也毋知影。就是我怎等讲我请我亲爱，你是几点煞？差个什么几点煞？较巧合。我就迄个时间都记得煞，你知无？我毋敢讲你互第一名创啥？我嘛毋敢希望较大。我想会过袂过嘛是拢神的意思啦。我靠神啦。怎是讲那我紧摕个成绩知一知？真正足感谢主诶。讲会寄来，你知无？收着，17收着，你知无？讲已经有过啊，毋过有过是毋知第几名，你知无？毋知第几名，无过等无久的时间，讲这个成绩单，足奇妙的呢，竟然讲第1名呢，我就讲你讲亲啊，你过，这是耶稣赐予你恩典，实在个啥呢？毋是讲咱人算讲你偌大的力量。拢是袂当超过神的力量，咱来感谢主。所以伫你信了做了，你体验着讲查某囝会学业伊的前途，因为你会晓挖靠主啊。我最欢喜的。所以主要说，互你这个体验吼，对，互你会当来感念讲，神真是咧听你祈祷，伊嘛要听人的祈祷吼。伫咱毋知影讲要哪来决定咱囡仔的学业甲伊的前途的时阵，咱总是毋知影要哪做，咱甲主要说祈祷，主要说互你这个深刻的体验。我这样要过来请问下米莉姐啊哈，除了你查某囝会读册的这个体验以外，你对于其他还有啥物种的感受？因为信仰所了，互你的这个体验咯，还有无？有啦，迄个是讲阮后生，阮后生的代志吼，伊升高中的时吼，我嘛足头痛，因为讲的即摆高中生哦，足烦的啦。你讲伊听无咧，佫毋是讲听无，讲伊听有佫戆戆，你知影？我实足伤脑筋，有当讲上班时间呢，老师在3个是敲电话我，米莉啊，你紧来者啦，是要下春天等下落去啦。我老师拜托，你们惊死我。
想也无影。无啦，我老师啊，你莫惊死我是足无胆的啦吼。我叫进去临时间信息病院去接电话接看卖吼，唔惊啦。我弟弟，你到底你是有吞落去无啦吼？伊讲我知，我拜托，你有吞无吞你唔知哦吼。我第一甲耶稣讲，耶稣你着莫有代志啦。我靠你吼，你个有影来照。医生讲无啦，哪有春天灯啊？吼。我弟弟啊，你有啥物代志，你都莫互妈妈操烦啦。若要讲咱操烦代志，我想我即摆听电话会惊啦。迄拢吼要讲起来，嘛一段故事，你知无？所以阵啊，就是阮查囝受伤的时，有敲电话互我，我就从这开始，我足惊，讲有电话人找我足惊呢。吼，所以每届怎么讲，阮后生代志，每届老师若伫下敲电话，我就是惊着。有一回呢，你上课时间是爱准时到，结果夜晚头着半点钟，老师佫敲电话来。老师啊，你佫敲电话来，我会惊死啦！我讲恁后生就教因呢，阮到伫延平高中时，早是徛伫这边5分钟，下面教。我老师无麻烦你好无？你跟同学来甲敲甲阮找看卖好无？我较先佫挂转来遮，我回去啦吼。我后面你也歹势啦，阮校规定啊袂使，我着紧甲耶稣讲，我耶稣啊，我恳求你，来互阮即个后生平安无代志，莫出代志哦。我足惊足烦恼的吼，了偌久吼。老师照好啊，老师敲电话我，美啊，有啦，是倒位找着啊？伊无来甲我算账钱啦。这样囡仔就发生问题，安怎讲你知？伊本身是足气因爸爸结婚，你知无？迄个伊就是伊家本身无注定。阮老师讲，恁这后生足高义，人嫁创就创啥？迄个人嫁安尼结婚，伊会这样知，你知无？老师敲电话讲，我讲有一天我会出差等，电话讲我惊着啊！我老师什么代志啊？那个敲电话，伊你敢知恁囝结婚呢？我老师无可能吧？我想老师你讲，我嘛是爱相信你，我袂使无相信你，因为我老师我好，我会准，我大家唔好买，结果真正好问出来。我你啥结婚？人同事讲叫我试看卖，我试看卖，我你好笨呢，这袂使你试看卖，你看你以后人讲试你到食迄人咧摕迄毛，你怎么办呢？安尼谈。有一届伊爱拍撞球，去甲弄断球啊。这算囡仔叛逆期。弄断球啊！我有啥补？我嘛是互你补习无？毋是补你补习呢？迄补习的时有去补。佮用在迄个校长迄个时间等下厝诶，我连讲伊有去补习啦。我想成绩都有读甲较歹，有读甲较好，你读这我嘛无甲勉强，你知？哇，清清菜菜啦，安尼啦。所以我做老母就真失败去啊。毋着我毋知伊去敲转球，了后我知影哦。我再问我弟弟啊，你到底去倒？你甲我讲。他讲伊去转球场。你拢无甲我讲，我毋知。原来你个是拢无去甲我补习哦。我则不喜欢读书啊，无你要安怎？我害我这个囡仔已经跳脚去，我就甲人讲，我说个。我今仔日一定要带恁囡仔耶稣遐，你莫甲我走动，这条路我一定要互行就对了。有一外可怜你敢知影？毋对，迄天迄下昼算星期日，迄当迄个算个啥？清明节对吧？着伊喊因阿公因爸爸，因伯伯，拢3点，烤草啊，毋着讲，迄阵欢喜哦，迄下晡，迄下逐顿就无欢喜啊，爱补习嘛。老师敲电话讲，我人爱补习无吼，我无弟弟也无你去困日醒啦吼，因为因好，困日醒，我弟弟也时间到安尼，7月派嘛去，你知？老师嘛伤脑筋的，嘛无讲恁囝无来上课，我了做我伊去，所以无去敲电话，你知？晚上6点爱转来嘛，那无当食饭，我开始紧张啦，我敲电话7点我敲电话去，老师讲无来啊，我无来无囡仔走倒，我开始烦恼啊，讲无敢会走去伫迄个撞球场遐，我想。我插伊啦，我说伊有机啊嘛，考机啊甲考，毋会哦。迄暗等啊10点、11点，袂困呢呢。我伊记得耶稣，你着莫互我这个囝出代志呢。过阵刚起，我早起敲电话同学问讲，恁昨昏囝去倒，你知无？因拢知影呐。本来迄天我去讲头路啦，去同学搭头路咋？我早先去同学搭问伊妈妈，伊讲恁囝倒一我嘛毋知影。我个见这个问两个车，伊讲我甲考看嘛，结果考的是足感谢主诶。阮囝有回啊，我讲我人讲伊人对，咱车头遐一间啥物咧，有迄间大楼，听咧红火烧厝迄间超摇吼，去甲隔一暗，看你惊死，我就甲先讲，我讲今仔是你保守伊平安咯，若讲毋是伊保守平安，今仔阮囝凡是暗无去啊，互歹人带去啊，互我要操练我诶心，甲第二回嘛是共款个出状况，我拢用爱互我囝啊，我弟弟啊，你转来妈妈足欢喜，那是耶稣讲一句话，诗歌嘛讲，冒写一句话，你就是。去99只羊内底是去迄只羊仔内底，你转来我足欢喜诶，伊也袂使呢哦。结果囡仔听咧，嘛是佫袂记呢。你也嘛佫出代志，佫无转来厝困一暗。我佫后尾惊死，我佫祈祷神，
户口考，吼啊，进前讲去超着水，迄间就是，迄个就是阮老二吼考着迄个。啊，后来你即摆即个囡仔，啊，即摆了，我就甲阮翁讲功课了功课，啊，信用了信用，莫人做一话讲，我真就是要甲咱囝带来耶稣遐，星期六暗时你较辛苦，你半工你甲带去上迄个宗教教育课程，啊，感谢主。安怎讲你知？阮同事吼，这春吉尹先生，本来伫咱乡了，伫遐有咱咧做宗教教育员嘛，课育老师嘛吼。伊讲阮先生吼，今仔要来咱彰化吼，你一定要带恁囝来。我安尼好哦，我怎甲阮翁讲你吼，袂使，虽然讲恁拜拜无毋对，毋过你囡仔袂使行歪路，你歪路是你即个囡仔捡甲死啊！你就是负责个暗时星期六带去耶稣遐。阮翁讲好，啊，即摆拢会真感谢主。从进前就是啊，陈教云先生啊，要甲伊专门载一载。伊讲啊，阮爸爸妈妈去甲阮姐买物件吼，我无甲伊载啊，免啦，我后礼拜特别去啊。迄个顶礼拜去就是亲子教育，算讲话，拢讲一寡我宗教教育课程，甲囡仔讲个代志。讲教他们拢讲咱代志，我感觉足巧的，知影？所以我当初想代志，是拢知影，拢替我安排好好。即摆讲到这吼，咱就知影讲，伫囡仔的即个青春期，各方面讲起来，囡仔拢有一寡变化，总是。美丽姐啊，自从信仰所了，知影讲耶稣真正会当帮助人、改变人，才做伊瓦靠。感觉讲家己教囡仔有困难，但是若会当将囡仔呢带来到主耶稣面头前，的确会慢慢好起来。所以照目前伊所讲的，这囡仔渐渐已经愈来愈乖，愈来愈听话安尼。要过来请教美丽姐吼，你还阁有啥物其他对你信仰所了，还阁有即个啥物种的即个见证，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分享的无？哇，这个是阮细汉查囝的代志。伊进前吼，自细汉出世了，就是阮老母拢有定操伊教的，是爱伊，是讲变养成习惯啦。伊拢即种咧上迄个星期日宗教教育课程，迄吼幼儿园班的嘛吼。伊即摆几岁啊？伊即摆小学4年级。哦吼。就看我细咧，我87年来听，88年细咧，我才嘛差不多细，毋过咱常常是讲，得甲恁爸爸同意啊，你也袂使。好，他了个啥？毋就算今年嘛吼，伊个咧甲老爸吵，老爸是讲，意思讲不大喜欢啦吼。哦。本来迄届有初伊怎样要洗，阮阿就无爱就对啦吼。我讲洗真啊毋好吼。我就甲讲像恁查囝啦吼，像阮老二伊第一名啦吼，这敢毋是神的运数咯？伊说伊也毋敢甲我讲安怎啦吼，就阮说爸爸，我要来洗你啦吼，如果要洗要去洗啦，我才甲团队讲这意思，团队听，团队意思讲会使哩啦吼，伊要洗你进前很足奇妙诶，拢定咧艰苦啥，拢会扫，伊若扫拢足艰苦，拢会扫几个月去啥。要算咱，譬如讲咱19要洗对无？伊面嘛去扫，我就甲耶稣讲。伊迄是普通时身体就无好啊，呀。袂咧，若感冒才会啦。感冒吼。吼，我等下讲我耶稣拜托，伊明仔载要洗你啊，你带好，毋好搁扫哦。爱到身体怎样搁用起来，毋好搁扫起来。足奇妙呢！迄天去洗场洗礼时，我嘛甲耶稣讲，耶稣啊，伊今日要来洗礼吼，你莫搁扫，你好身体健康。真正本来是有去摕药，准备讲若无好是爱摕药食。药这已经偌久嘛？迄阵4月份嘛，洗礼即嘛。要扫半届。哦，安尼啊，哦。所以这足大运数呢。咱年外呢吼，拢毋捌去扫。这下种进程拢是实在无报救语言啦。即马算目前这上细汉嘞。细汉已经洗礼啊，对。来信耶稣吼，才是。所以咱前来听众朋友，咱会当听着美丽姐啊，伊伫信耶稣过程顶面吼，伊安尼一个敢像一个性情中人共款，安尼有啥物话就讲啥物话，真正直的一个人，所以你听伊讲话真紧，有啥物话就讲啥物话吼。确实影伊所讲的吼，拢是实实在在见证。对于签六合彩精神若要崩溃无正常，一直到伊来信耶稣，个对囡仔读册，甲囡仔青春期的这教导，甲这样囡仔伊的这种病痛，包括伊对信仰这追求顶面吼。伊拢安尼侃侃而谈，将伊对耶稣基督遐所领受这恩典呢，一来述说，互咱这个亲爱听众朋友。伊妈妈讲起来是20年前就信啊，但是伊虽然慢18年来信，总是耶稣基督恩典呢，嘛借着伊妈妈所体验的，定定安尼甲伊见证讲美丽啊，你著爱来信耶稣，甲我来行这条信仰的路，今生有平安吼，来世有福气虽然是安尼，总是甲当做耳边风听听咧就好啊。一直到家己拄着代志了后，
伊才体会讲，今日南市主要所安尼安排，互伊拄着一寡安尼无啥好的即个情况之下，感觉讲是人的即个尽头的时阵，也借着即个尽头，就是神的起头，会当来参加报道聚会，来听道理，来祈祷，来体验，来了解，才知影讲。原来已经办足久的啊，来当较早来信是毋是较好？是啊，所以感觉讲总是感谢主啦，虽然较慢，但是只是来得平安吼。对啊，对啊。是一个真美好一点吼。所以咱前来听众朋友，咱也听到这个美丽姐安尼讲，你是毋是需要甲美丽姐共款来去了解这种因典感谢安尼？还是各位听众朋友，我是希望讲，你若拄有困难的时候，你得想讲耶稣遐袂歹哦。你参过看卖者？较早你毋知影嘛？我嘛是毋知。即摆已经担着主因的。你咱来试看卖，听看卖，反正这个病人嘛无一定，你来试看卖，毋要讲我一定真好啊，咱莫想安尼，你试试看看，迄是我的建议就是安尼。真心就真心，对，实在就实在，咱会当来听。对。毋通甲当作讲就当作新闻听听咧对。当作就开讲，罔听。较早咱美丽姐嘛是安尼，对妈妈爸爸甲咱见证讲耶稣真好哦。总是感觉讲这是你感觉好，我都无感觉好。总是有一寡即个阻碍，甲家己即个主观的存在。总是咱前来听众朋友伫遮甲咱呼吁，咱听着美丽姐的见证，希望你若有即个一点呢，也希望咱伫你的真心来祝福互你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甲咱谈论到遮，以后若有机会再来访问美丽姐吼，继续过来分享这个恩典。咱即摆来做伙向天顶的真心来祈祷。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创造天地沧海，生阮养育阮人类的亲爱天父真神，阮感谢阿罗你，感谢你赏赐阮今日有一个美好的机会，会当接着你所竞选的美丽者啊，将伊对主你所领受种种恩典，甲阮较无你救恩的朋友见证来分享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的能力、你的权柄来帮助阮，会当来对付各种对世间来情欲诱惑、甲罪恶力量的败坏，互阮众人会当对你得到帮助。主啊，阮袂当靠着家己来刻苦己心，用着吃苦修行来对付罪恶，因为真软弱有罪性的人，要靠着家己是袂当成功来完成灵魂行为的洁净。靠着阮家己，阮常常是拢失败，因为罪的力量、魔鬼权势、情欲的魅惑，拢赢过阮软弱的人。所以，阮有济人就随从贪心种种的罪，去安排设计计划家己贪婪的生活。煞尾呢，却毋知影，忽然之间煞受撒旦魔鬼的控制，心灵人格分裂。这讲起来实在非常可惜。但是主啊，阮会清楚知影，人若无神的灵，是袂当参透万事。主啊，愿求你赏赐圣灵，开启种听众朋友的心灵，互因会当伫灵内面来清楚这种属灵眼光，会当看透魔鬼诡计，也会当入捌耶稣基督伊的慈爱甲怜悯，甲阮做伙来享受耶稣基督你要互阮的丰盛的恩典甲能力。亲爱的主啊，愿恳求你是因帮助阮的朋友，互因也有这个机会，亲像美丽姐共款，谦卑落来，勇敢来到你的圣所，真耶稣教会，来听道理，来查考真理，来祈祷，来体验你的权能，早一日来得到你丰盛生命恩典，得到你真理的引导，圣灵的帮助，互阮人格会当更加光明超越，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合乎神的要求，来过着有价值、有倚靠、有盼望、有平安、有真自由的人生。愿主耶稣基督你圣灵亲自带领，愿一切荣耀颂赞也拢为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一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
进来听众朋友，时间真正过得真紧，福音广播节目呢，就要来接近尾声。欢迎你来跟阮做来分享，祝福你伫未来一个礼拜呢，拢会当过得喜乐甲平安。期待空中再会。